嘛继续来看花市招牌的综艺节目《天才冲冲冲》，播出到15档咯。花市的总经理曾宏嘉送变甲红包，祝福这个节目搁来冲50年。嘛特别邀请到花市的新闻主播参加节目的录影来耍游戏，真趣味哦！做伙来看。 15周年，天才冲冲冲！就算是新闻主播、游戏师啊，同款的喷大兵，做真久的综艺节目《天才冲冲冲》，真侪观众拢真喜意。今年满15周年，邀请主播做伙来庆祝。 平常时伫主播台真专业的主播，即摆拄到高手级的主持人，阁有考验反应力和气质的高难度游戏治治师。不过无要紧啦，重点是来庆周年。花市总经理曾宏嘉嘛，专工到现场送红包和牌匾来祝福，希望天才冲冲冲收视率真好，节目阁冲50年。这个节目15年了，刚好是我结婚的第2年出来的节目，对我来讲，这个节目真的。 给我们很多的成长。高材生来 PK， 那 PK 一下，不见得我们会输啊。或者台积电啊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陪伴真侪观众朋友成长，甚至到结婚生囝的天才冲冲冲，希望 TV 内会使继续用笑声，和观众朋友做伙行过更较侪精彩的15年。